镜头登来到国内，新北捷运三英线目前登咧测试，打算明年3月会当通车。未来三英地区要去台北市中心通勤，会当省20分钟。捷运三英线起点顶埔站已经准备起好，准备按验票的闸门。甲巴南线的顶埔站是接触伙，为了营养尖峰时段班车，两站之间有8基直头的电楼梯。板南线的出口，直接以直通电扶梯到3楼的三义线月台，这样的情形时间就缩短到1分51秒。三英线有14.29公里长，有12个车头，经过土城，行过国道3号了后入去三甲，是无人驾驶中运量的系统。目前全线29台列车拢已经全部到位，规个系统正在测试当中，测试包括营运的速度。坐台列车高密度、距离的控制，列车停伫外台位置的控制等等。目前工程的进度是95%，完工了后会报中央检查，若顺利通过，按算2026年3月会通车。三甲、永高等等观光的景点，交通会变较方便。履勘预计在明年初，如果履勘通过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正式来通车。到那个台北大学城那边，就是人比上公车的比较多，所以就差很多。带动交通啊、繁荣啊，还有人潮起来，还有前潮啊。有在地民众讲，目前三甲往回台北行高速公路的公车，因为要坐车的人真多，尖峰时段清载无够通坐。希望捷运通车了后，通勤会更较利便。估计三英地区到台北市中心往回时间会当省20分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